其實有可以表明真正嘅發明前夕，由中國人民大學舉辦嘅研討會就發表咗美國主權信用報告指出，當前美國國家嘅信譽已經係高限一個顯性嘅幾年或者係成為整體分特朗普第二個任期3年嘅關稅同埋極端傳染嘅都導致到美國一年嘅通脹預期大幅上升到3%，創上2年以嚟高水平。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到8.8，同比下跌咗11.8%。報告認為，美債防治全局越進入民保守嘅時期，美國經濟最新嘅數據顯示，美債規模已經係增加到3%。佔美國 GDP 比重1.3%，遠超國際經濟嘅60%。全世界更加係出現咗去美元化嘅浪潮，外加衰退，全球央行持續減持美債。2024年嘅第3季度，美元儲備佔全球央行達30年新低，同時人民幣黃金和新興貨幣國際截至2025年嘅